慘不忍睹，慘不忍睹啊！滿地都係落果，俾大家睇睇。嗱，滿地都係落果。不過事實上仲有嘅，今日勞動節啊，祝屏幕前嘅你以及嗰啲討厭我又要經常嚟睇我嘅，以及嗰啲黑粉都身體健康、合家安康。大家好，紅蠶哥一個咁好學上陣嘅農民，值得點個讚啦，係嘛？有人就講紅蠶哥吹牛，真正種果嘅人冇會喺互聯網分享技術，講紅蠶哥就係一個買日佬。呢啲人我亦都冇反駁。你嘅荔枝靚，你可以分享出嚟啊，可以俾大家去參考下啊。你亦可以帶啲農資賺啲生活費咯，照顧好你父母兒女咁咪幾好咯，好過浪費時間表情喺我呢度啊。不過你啲黑粉視頻都冇搞發一個。其實紅蠶哥嘅果園永遠都歡迎大家過嚟一齊交流，黑粉亦都歡迎你過嚟果園指導工作。無論點都好，以後都仲會一如既往咁毫無保留咁同大家分享我所認知嘅種植方法俾大家去參考。作為一個農民，我亦算係為鄉村振興、農業發展出力過。有啲人講佢冇用藥荔枝一樣咁靚，呢啲係你嘅方法，我就不作評論。荔枝而今呢，要防好蟲，葉面肥要跟上，防蟲用長效加速殺嘅。前幾個視頻呢有講嘅，大家可以去睇下。防菌呢就可以用百泰或者比做埋菌枝。記住而今雨水多，我哋防蟲一定要隔700天防蟲啊！我哋防菌可以隔期去防菌。仲有要加埋個葉面肥啊！葉面肥可以用壯果浪嘅，壯果浪效果係幾好噶。呢啲咪全部係用壯果浪噶啦。未備好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啊！祝大家勞動節快樂！